的三坑老街挤满观光人潮，有人来这骑单车休闲活动，有人则是特地为了客家小点牛问水这一味而来。将麻糬浸泡在黑糖浆汁里，甜腻的滋味要吃时还要撒上芝麻和花生。这是以前客家人农忙间休息吃的小点，也是老板林秋妹从小吃到大的甜点。因为爱这一味，尽管已经71岁了，林秋妹不想退休。3年前自己动手做麻糬，要把这一味传下去。这个我就跟他做，做到现在。现在我这个老街才开始3、4年了，我就拿来做来卖给客人吃。一颗颗白白胖胖的麻糬在林秋妹的双手间成型，已经做到汗流浃背了。但林秋妹做牛问水还是不敢马虎。这个肉糖糬啊，就是说好吃啊，人家又没有看过啊，我们就给它做起来，不要给它丢掉。这个是传统的，不能丢，客家传统的不能丢。牛问水，牛问水，这小点的名称来自于水牛泡在河里避暑时，只露出头和背在水面上，这景象就像泡在黑糖浆汁中的麻糬，因而得名。牛问水也是牛玩水的意思，又香又 Q 的口感成了游客来这必吃的小点。因为它这个麻糬蛮 Q 软的，然后加上这个花生有点脆度，所以口感还蛮多层次的，真的还不错。就像是吃到棉花糖吧，对啊 ，Q Q 的，有点辣辣，应该冬天吃很适合。不一样的那个馅。不起眼的小小摊位，总是街上最热闹的地方。客人一口一口吃在嘴里的牛问水，是林秋妹最甜的感动，也是她想透过双手传承下来客家最质朴简单的精神。甜甜的滋味是童年的记忆，Q 软的口感是客家的坚持。林秋妹的牛问水，小小一口，给我好深的感动时刻。